台美关税谈判有重要的成果，美国扣咱对顶关税15%，未过塔起232条款单税有入台。面对美国威胁，北约这个正式派兵进驻吉林兰来展开军演，要向华府传达明确的信号。韩国首尔江南区九龙村今仔透早发生火灾，有25栋厝烧起，家在无人伤亡。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第2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欣。台美关税谈判有重要的成果，美国扣咱关税甲日本和韩国同款，是降到15%，未过塔8条起哩。也232条款半导体等商品关税有优待，也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讲，咱台湾是全世界第一个国家，这个优待是相对完整。过来，咱会用台湾的模式进行供应链的合作。咱台湾的企业会自主投资2500亿的美金。另外，政府会建立信用保证的机制。这个机制咱政府是要直接出钱，是支持金融机构提供2500亿的美金，互企业会当去融资。也日本甲韩国投资美国的这个项目甲规模是美国去指定，毋过真无共款的是，咱台湾的投资是交互咱的企业家己规划，是要受到美国的项目来限制，也这就是台湾模式。比较日本、比较韩国，咱的条件如何？不过美国嘛破白讲哦，要甲咱台湾的半导体四成供应链引到美国，就引起议论啊。半导体产业链敢会散出去？也钱拢落伫咧美国大公司有才调去，也留伫咧咱台湾的中小企业要安怎？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的回应啊，毋是 move 是 build， 产业毋是散出去，是伫咧美国扩大发展。台美贸易谈判确定，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甲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斗阵协商，并爱国美国贸易代表苏格里尔、政府杨定年驻美代表于大雷，台美共同签署投资合作备忘录。郑丽君毋若宣布任务达成，台湾也个全球第一个摕到美国232条款上优惠待遇的国家。我们是全球第一个，不论未来第2阶段的半导体及其衍生品的关税为何，我们都将获得最优惠的待遇。过去我们产业有许多的品项，其实输美的税率是比日韩更高。那但是经过这一次谈判之后呢，是拉到齐平，位于一个相等的一个立足点。这摆达成4大目标，包含确定摕到对顶关税15%无叠加，比较日韩欧盟等国，甲全球第一个得到美国承诺232条款关税半导体相关的最优惠待遇。第3是以台湾模式拍入美国供应链，打造产业主导，确保咱的业者有上有利的投资环境，最后是促成台美高科技领域互相投资，确立 AI 供应链战略优化关系。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是在总谈判代表杨珍妮以及驻美代表于大雷的陪同之下，是对外说明这一次台美谈判成果。郑丽君就直言了，这谈判过程当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因为台湾是美国第6大的贸易逆差国。今天清晨，其实我们也都没有睡觉，一直呢密切关注谈判的过程，然后一有状况就随时解决。呼吁未来朝野党团都能够支持这份谈判协议，让台湾呢能够一起大步向前。为去年4月美国川普政府的关税32%震撼大，但真济摆走从华府，经过将近1年参详，到后来20%，甲即卖的关税15%无叠加，搁开创台湾模式。大总统透露，伊共无临时差咧注意，行政院长都用台肯定谈判团队拍出真水的全雷达，搁向朝野发声共同来支持。台湾有护国神山，我们常说，只要主峰留在台湾，我们就可以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行销全世界。伊强调，这4项谈判目标会讲全部达成。按算几礼拜了后，咱甲美国贸易代表处正式签署台美对顶贸易协议。谈判内容甲协议完成了，会依法送伫翻译审议。记者综合报道。好，针对美国讲要甲咱台湾的半导体有4成的这个供应链要引起美国，这是引起议论。好，经济部长蒋明兴就讲话啊，讲咱台湾一直到2036年，伫咧半导体先进制定的这个产能，咱台湾伫咧全世界的市占率共款有8成，咱甲美国是战略性的友伴关系。
台美对顶关税总算定案，比照日本、韩国15%的税率，不过台湾半导体和科技企业要对美国进行至少2500亿美金的新增直接投资。另外，包括台湾政府必须公布提供顶额2500亿美金的信用担保，合台票要16条。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佫直接讲，要甲台湾半导体的制造能力炸转去美国。So basically, there's two commitments from Taiwan. There's $250 billion that comes directly from companies, and then there's $250 billion supplied by the government to help their smaller and medium-sized companies all and bring that whole supply chain to America. So the objective is to bring 40% of Taiwan's entire supply chain and production to domestically bring it into America. And here's the goal: during President Trump's term. 根据目前的协议，半导体业者在美国建厂的期间，计划产能2.5倍的产品输美国，会当豁免关税。若是已经完成建厂的业者，产能1.5倍的产品嘛会当免除关税。中经院长林天明是指出讲，科技企业都要投资的2500亿美金，比本地台积电承诺的1650亿，各加850亿美金，会当是台积电也是其他的厂商引发产业外泄的疑虑。当美系的客户能够完全的在本土来进行生产，那么台湾它的一个防御价值就有可能会从过去的一个生存的必需品，那么降级为比较重要的一个资产。台积电嘛发声明回应讲，对做一间服务全球客户的半导体制造商，将欢喜看到双方达成稳健的贸易协议。半导体产业是靠全球合作和无旁的供应链。经济部长景明显是强调半导体的先进制定会困扰台湾，不会请产业外泄挖空台湾的疑虑。在5奈米以下的这个属于先进的制程里面的这个半导体啊，大概在2030年的时候，台湾的产能跟美国的产能大概是85对15，那到2036年的时候大概是80对20，所以以现在目前的规划上来讲的话，台湾仍然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这个 AI 半导体的这个生产国。16台积电的股价是继续创新高，收跌1740块，大起50块，佮推升台股大起，加权指数冲高，收盘是31408点，大起要600点，两个拢创历史新高的纪录。记者综合报道。韩国首尔江南区九龙村今日头早发生火灾。九龙村这个所在啊，违章建筑是真济，也现场的路阁矮，风力头消防是用要7点钟才甲火拍花。初步统计有25栋厝烧起，加在是无人伤亡。首尔江南地区有名的违章建筑群九龙村16个发生火灾，这摆导火所在是一栋无人住的空厝。大火伫透早5点10分左右烧起，消防单位起步了后，随来进行一级的应对做法。234名消防员加70名警察以及120名的地区官员来到现场处理。也毋过真密，也佫真话通道，消防车无法度开入去，加上风真透，也佫有大雾，真高的干扰，消防直升机也无法度出动，火势愈烧愈大，不时也会听到加速筒爆炸的声音。当局伫8点50分左右，赶紧甲应对做法提升到2级，加派人员到大约11点30晚中到时阵，火才全部拍熄。 우리 안타까워도 뭐 내가 어찌 할 수가 없지. 그래 아무리 안타까워도 내가 끌 수도 없고 소방서들이 해놓은 건데. 거의 25년, 30년 다 돼가요. 다 돼가고 작년 몇 년 전에 물난리가 나서 싹 쓸어갔어요. 물이 이만큼 덮쳐가지고 그랬는데 이번에는 이제 불이 나면 불이 쓸어가게 생겼어요. 그래서. 初步统计，现场30户徛家有25户拢烧了，加在无听到人员伤亡消息。这些民众大部分拢是低收入，伊佫拢有户的弱势族群。1970到1980年代，全岛县政府为着举办亚运甲奥运，大规模来推动汉城的都市更新，也佫一系列公共的工程无赔偿，也无好好安置的计划之下，真侪家庭被迫刷到无人住的土地，只好家厝啊凊彩大大就住落来了。 2019年开始，九龙村就常常有火灾发生，趁当地正准备改建真多真悬的主题大楼。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也针对美国对吉林兰主权的威胁，北约这个是正式派兵进驻吉林兰来展开军演，但美表示讲，这唔乃是要表示北极安全，更加是向华府传出明确的信号。
法国、德国、英国、挪威甲瑞典等等欧洲国家拜三开始陆续向 Greenland 派向定性的军事力量。虽然一开始人无济，但是丹麦政府强调，这是为着2026年伫北约有更较大规模、更较长时间的驻军做准备。安尼做是因为川普政府进前讲，罗西亚甲中国威胁北极，丹麦无才调防御，伊用具体行动要证明伊有才调。Vi kommer til nu at kan lave en planlægning, der gør, at vi nu også kan planlægge med en større og mere permanent tilstedeværelse i hele 2026, og det er jo det, der også er afgørende for at vise, at det omkring sikkerheden i Arktis, det er ikke kun et spørgsmål for kongeriget, det er et spørgsmål for NATO. 法國總統馬克宏嘛，伫年度軍事演習當中，正式頭一批法國嘅軍事人員已經到 Greenland。法國決定加入丹麥發起嘅軍事演習，嘛計劃伫未來幾工內底進一步加強當地陸海空軍事部署。馬克宏佮點名羅西亞甲伊朗等等嘅大國，當咧破壞世界穩定，嘛罕見批評部分嘅強權，當咧推行一種新殖民主義。Déstabilisation par plusieurs puissances régionales. Je pourrais ici convoquer l'Iran et beaucoup d'autres. Et puis un discours qui parfois sème le doute, y compris chez les alliés par certains, mais en tout cas un nouveau colonialisme qui est à l'œuvre chez quelques-uns. 华府哥本哈根甲 Greenland 三方拜三伫外交会谈当中，对着主权的议题是拢无共识。北京发言人李维德讲，川普总统买 Greenland 的目标是非常的明确嘛，肯定咧大升。双方面已经同意建立工作小组，每2礼拜到3礼拜就对着收购的细节来做讨论。伊讲，欧洲军队的部署完全袂影响川普的决定。I don't think troops in Europe impact the president'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nor does it impact his goal of the acquisition of Greenland at all. 针对北约民军调动甲华府的烦恼，罗西亚外交部大将的反击，发言人嘛明确表示，罗西亚甲中国将来无宣布嘛无任何占领 Greenland 的计划。罗西亚批评西方当年咧宣扬威胁论，只是要暗看美国想要来并吞人领土的野心。目前 Greenland 的地缘危机嘛颠倒展现出西方所讲的以危机为基础的特殊是非常的虚伪。欧洲联军甲美方即马继续对射北极khu的地缘对抗，恐惊袂遮尔紧收煞。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美国联邦探员开枪甲民众弹死，引起示威。今麦经过1礼拜外，示威有关无要收煞。这里又搁有联邦探员对民众开枪，使互社会情绪愈激动。也因为总统川普就甲107年制定的叛乱法搬出来，威胁讲要动用联邦军队来解决这乱象。明年阿波利斯反艾斯加罗示威，一波煞一波，拢无降温的现象。14个传出一件联邦探员对民众开枪，造成伊腿部受伤的代志，互平反搁较清悬。国土安全部表示，执法人员因为交通违规，拿查这委内瑞拉的10个人。双方咧上演的时阵，各2个委内瑞拉非法移民为附近的公寓走出来，提兵车甲扫帚柄攻击执法人员，就爱探员开枪打中嫌犯的腿部。Our ICE agents are following the law and running their operations according to training. Last night, what we saw was 3 individuals weaponize shovels and brooms and attack an ICE officer that had to defend himself. 川普已经伫明年苏达州部署3000个联邦执法人员，15个伫家己社群媒体平台发文，警告民州官员无遵守法律，无组织叛乱分子攻击ICE，伊就要启动叛乱法，动用联邦军队赶紧结束这喊过的乱象。We cannot be at a place right now in America where we have 2 governmental entities that are literally fighting one another. 民主党籍的市长弗兰要求ICE撤离，表示情形免阁继续落去。共款是为民主党的州长华兹直接回应川普大文，爱双方将局势转好来。ICE扫动非法移民的行动已经严重冲击明尼苏达拉丁美洲的店头甲餐厅业者的生意，人客甲员工大量流失，规个街区大伫个惊吓气氛之下，也阁有真侪店头阁直接伫个大门口大禁止ICE进入的工具。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来看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以访问北京，甲诺贝尔和平奖的奖牌送予美国总统川普。虽然诺贝尔协会捌讲过，和平奖袂使转让予别人，不过川普有关是真欢喜，甲奖牌收落来。
马查多穿贵属白色的特装来到美国白宫造访总统川普，这座美国行伊专讲甲家己的诺贝尔和平奖早来献给川普，要表彰伊对未来随达人民自由的承诺。这是马查多和川普第一摆会面，中岛等的会面过后，川普嘛伫社群媒体感谢马查多专送和平奖给伊，而且表示讲这是互相尊重的诚意举动。Corina, ¿qué te dijo él? En primer lugar, me impresionó mucho lo claro que está, cómo conoce la situación en Venezuela, cómo le importa lo que está sufriendo el pueblo de Venezuela. 马查多表示讲，伫200当前，法国拉法叶总共甲一个有欠美国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的上的奖送予南美独立英雄玻利瓦尔。即马轮到玻利瓦尔的后代，甲诺贝尔和平奖送予华盛顿的继承者，都是美国总统川普。一个白宫的官员嘛，证实川普拍算要保留这个奖。川普和马查多会面的前一天，则拄和未来瑞拉的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做马杜罗和美国掠捕以来2个人的第一摆通话。川普唔那是讹了罗德里格斯，是一个真优秀的人。嘛伫社群平台表示讲，2个人伫真侪议题顶悬，拢当取得真大的进展。伫上台以来第一摆的国情咨文内面，罗德里格斯表示家己袂惊透过政治来对话，伫外交顶悬和美国对抗。假使未来有一天，以代理总统的身份造访华府，伊会用家己的双脚行过去，唔是互拖过去。She very clear said she will pursue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U.S. And she's even considering going to Washington to meet with the president over there. 另外，罗格里德斯嘛呼吁国会批准一项法案，允准伫无基础设施和唔捌进行过投资的所在开放油产。纽约时报对这解读讲，这有可能是要让美国石油公司来得到还未开发的油产。正正美国官员嘛表示讲，已经完成第一批未来瑞达原油的出售，申购金额差不多是5亿美金，等于是台票158亿。另外，美国伫未来瑞拉附近的水域打击受制裁油轮，这个行动并无停止。根据美国南方司令部伫 X 平台的发文，美军福特号舰陆战队员伫拜四早起已经登起的第6架油轮。中国是未来瑞拉石油上大的买家，美军的行动是要确保这制裁原油无法度搁运去中国，也是其他的市场。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加拿大总理卡尼访问中国时间，今日是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会谈，并对美国提关税来威胁卡尼，唔那要甲中国加强经济贸易，嘛要甲中国展开国际安全的合作。加拿大总理卡尼率领访问团队今日美人民大会堂会议室，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习近平伫会谈中讲到，2015年10月甲卡尼伫韩国庆州见面，展开中加关系改善的新局面。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我们2国的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Together, we can build on the best of what this relationship has been in the past.To create a new one, adapted to new global realities that will deliver stability,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to our peoples on both sides of the Pacific. 这是加拿大总理隔8年访问中国，面对美国关税威胁，加拿大咧争取拓展美国以外地区出口管道。外媒 BBC 分析卡尼按甲中国建立新型关系，双方重点关注农业、能源、金融领域以外，也展开国际安全合作。习近平甲卡尼拢强调，捍卫多边主义是两国团结关键。习近平提出4项合作建议，将教育、文化、旅游、体育甲人文交流列为根本合作领域。双方对双边关系进展拢有正面的评价。同款是领袖会谈，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到日本首相官舍了后，一路车就先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首览。今年多是日本意大利建交满160年，梅洛尼甲高市早苗拢是国家第一位女性领袖，也正做第一位伫高市就职首相了后到日本访问的欧洲领袖。Ci siamo impegnate con il Primo Ministro a lavorare assieme per proteggere le tecnologie strategiche, per rendere le catene del valore più forti e resistenti, in particolare sul fronte dei minerali critici. 梅洛尼伫30分钟的领袖会谈内底，讲到愿意将两国关系提悬到特殊战略友好关系，而且伫国安领域，包含进行日本自卫队甲意大利军队联合训练，而且共同甲英国合作，联合研发次世代战机。
因为意大利第2023年底退出中国一带一路协议，梅洛尼在会谈内底也表示，会甲日本伫永续能源方面合作，包含伫紧急情形之下强化液化天然气，建立新的航太领域合作协商机构，也搁针对国际经济包含共同努力实现印太和平开放自由，促使乌克兰实现和平，甲中国北韩等东北亚经济交换意见，进一步扩大双边各个领域的合作关系。公司新闻陈时东报道。来讲，即马唔管是长辈也是少年人，愈来愈侪人家己生活，也中国在开发一种 App， 叫做死了吗？敢是啊？这种 App 就记者呢用来呢会使至少2天爱报一摆平安，若无 App 就会甲人通知，以免到记者发生代志，煞无人知影。甲 App 点开，就当看到青色的圆形刺钮，干那点一个就当报平安。中国一间公司开发应用程式 App。名足直接的，叫做死也袂，嘛点出这款 App 上大的功能，就是帮助家己大的老大人报平安。这个 App 设定使用者2天至少爱回报一摆，若无就会通知紧急联络人。卡面发生意外时阵，边仔人拢唔知影。去年就试到单，这个 App 足紧就穿起来啊，连续几日天，爬起哩中国苹果 App Store 立钱排行榜第1名。对于就是自己住的，然后。如果你上班的话，就是你的领导可能会比你的家长、比你的朋友更先知道你就是出什么问题了。因为年轻人和家里其实联系还是比较频繁，但主要就是老人，因为他们可能用社交媒体，他们用的不是那么顺，那个就是操作比较便捷。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指出，到2030年，中国敢若一个人的家庭数量可能关闭2亿外。除了无甲囝儿逝世斗阵生活的老大人以外，也佫有足侪家己一个人伫城市食头路的少年人。也若这款 App 号名最直接的，有一寡民众认为安尼歹格调，嘛有人提议会当改做较婉转的词，像讲最近啥款你敢要会使。其实这个名是为中国另外一个外送 App 要我袂改过来的。也若这款 App 技术核定也无悬，即马已经有出现足侪版本，还佫调一个合作感化的。后来原底合作死也袂这个 App 要改用全球化品牌的名，都不过不管合作什么名，报平安的 App 拢已经表现出高度经济伫咧未来的重要商机。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今年要拍经典赛，咱台湾队第1阶段的集训伫咧国家运动训练中心来展开。也这回经典赛是运动部成立以后第1场国际棒球1级的比赛。部长李勇就强调讲补助是历来上济，会用上悬的规格落去准备。开训了后，遂开始练习。林嘉靖进行曲步练习，接的球是为台湾研发的高阶发球机投出来。前阵模仿包括大谷翔平在内等一流强投的球路，是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引进的上新投球机。过去 iPitch 我们是因应着集训的需要，我们是租借的。那在国训中心，他们国家就买了这个 iPitch 的设备，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用完之后，未来其他国家棒球队的训练，其实也都可以用得上。英国备战国际比赛，发球机敢来当租，即嘛是固定的设备。国训中心嘛建伫独立的动训室甲餐厅。运动部长李勇讲，即届是以最高规格专业资源、租训丰富场所等，补助是6年来上济。历年来真的是补助最高，今年达到6400多万。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希望说以一个运动员的角度来讲，我们当然没办法确定最后成绩如何，但我们希望把最好的资源提供给我们运动员，让他们可以无后顾之忧的向前迈进，去好好比赛。回想在20几年前，在这边训练的时候，跟目前现在的环境来讲，其实真的提升非常多啊。教练费、选手的所费、工作人员费用，也加国内外食食，采专案核定补助的基准，专业补助旅平险、意外险甲失灵险，要让选手放心投入训练甲比赛。气氛真好，互相分享。队长陈吉贤讲，穿国家队的球衫还未真大，不过大家做伙担当，会往好的方向行。中华队伫国训中心的第1阶段集训到2月14，那农历年后2月23会选到台北大巨蛋，再佫透过真侪场甲日本职业队的交流赛，整合出上强的队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下礼拜同一时间咱再会。